很可爱，你的木眼干了没？对，好可爱。飞伞，飞伞，要考起来，一箱等后生呢。真紧呢，考起来还好色哦。我们按到调性，真紧动欢喜。多好，有3套什么？我的英语咋？好啊好啊，我会抢色。我没有想去抢色嘅。不过其他什么我都冇兴趣啊。不过，风扇咩当好啦，只系点心天天，冇计较太多。先买个什么都当好啊。佢爱先逢色嘅抢色用本机。不过我吃到红色嘅点心，看起来唔系当好食。你做乜咁按你讲？好啦，你的木眼噶，冇按用啦。我基本牙齿係拿紅色嘅。我都做得。不過飛伞，一係人最中意嘅什麼呢？飛伞，自從老牙齒做朋友過後，都冇去插我當上心。做朋友冇乜嘅先說事後說事嘅啊，大家都係朋友。我只係想用你老牙齒變朋友天天，朋友多一些咧，你看到嘢係。不過，特別我以前唔到。我當初冇開面色，都唔知要講乜嘅。冇按樣嘅事啦，唔講發當生氣啊！依天你冇講發見你啦，你哋好好相處嘛。我哋唔好嚴格啊，就係個點心天天，搶色就本啦。不過搶色唔係我最中意嘅什麼。冇相干啦，反正就係什麼冇強用天天啊。係先，我冇應該鬧脾氣。哎呀，我用个啥真好呢？呀，以前老牙齿，用咪就按用严格起来呢。好个菜啊，有呀飞伞，啲天花记条唔好按键，记条啊，其实呢，真好好啲相处。其实朋友相处啊，真嘅系一门学问哦。迄个呢，有无爽快嘅素材，我夹夹讲出来，本对方知晓讲你自家嘅想法。也感情才會更來更好，更來更久匆忙啊！唔知大家嚴格嘅時節，你都係用乜嘅方式？但是講到人老人相處，也相吵，其實天初會有嘅，重要嘅呢係愛用辦來去結記。佢生下來呢，其實就係教大家有關嚴格含個表達清晰嘅詞彙哦。而家下你聽下來學習，有哪條嘅詞彙呢？第二呢，當然講到也交朋友，交朋友嘅時節，你會吃到很高興，對嗎？佢也高興，應用辦講呢，就係歡喜，歡喜。高興呢就係歡喜，像我自家係當中意交朋友嘅人，係講有新嘅朋友嘅時節，我就會當歡喜哦。當然呢，係講你愛講，你自家真嘅當歡喜，真的很高興。客家話要怎麼說呢？真嘅當歡喜，真嘅當歡喜。其實啊，也幾把當好用哦。無論呢係啲交朋友當中，也係呢你啲條路啦，也係你出眾咧，哇，都做得用呀！真嘅當歡喜。真的很高興來去做表達咯。接下來呢，我教大家其實朋友當中，我樣辦歡喜，樣辦有當到很較歡喜嘅事情呢。人老人之間不要計較才是最重要的哦。故所我教大家就係計較、結交、結交，還有呢男士嘅強，較冇強用哦。按到計較，計較，哇呀！北先強、南先強嘅講法，差一些咧，大家都會記起來哦，都係計較嘅意思。當然呢，人老人之間不需要計較太多，而樣辦嚟念呢？莫計較太多，莫計較太多，不需要計較太多，你就會知道啊，
哇，朋友老朋友相处嘅时节会更加舒爽、更加欢喜了。佢生下来呢，其实最艰苦就是有阵时啊，然后朋友会有一丝丝的火花，就会吵架，错冇啊？吵架嘅客家话用办讲呢，就是严家。严家，当好哦。当然，另外开一下南西烟腔，会讲潮湿，潮湿。严家老潮湿都是吵架嘅意思。当然呢，没有东东人讲啊，更加严家。当然呢，没有东东人讲。见严家嘅朋友真系好朋友，但是呢，见严家还爱记得好好来相处哦。当然呢，没有也记得爱教大家，系讲你啲顺风，吃到呢动感嘅，看到记到见啲严家，你就会企出来讲，你们不要吵架。我用白讲呢，唔得莫严家咧，唔得莫严家咧，冇唔错。讲到啊，莫严家吼，不要吵架。其实啊，真经吼，平常时少一些严家，你会吃到世界同美好哦。无论乜嘅事情，严家还是少一些啦吼。佢生下来呢，其实讲到也严家啊，当然我本人自家嘅心情，吃到很伤心，对吗？故说呀，伤心，我用白讲呢，就是。伤心，伤心。第二位要提醒大家，听错要记得，讲到呀心也就是听错呀，嘴巴要合起来哦。伤心，伤心，等好哦。佢还有也记嘅呀，係講你老朋友嚴家嘅時節，我相信你嘅心情聽錯唔好錯冇啊，你就會講我很傷心，愛動傷心，愛動傷心。希望啊，讓愛動傷心也幾發，大家唔好接常用哦。好，佢生下來呢，咪愛老大家講一下，有陣時啊，係講平常嘅朋友，你哋冇乜嘅熟絡，也係你哋懂熟絡，其實都係曉得來看臉色，也看臉色嘅客家話，用白講呢，老外講下來啱冇？看面色，看面色。哇呀，看面色係當重要嘅事情，無論呢係啲遇到嘅相處、啲嚴家，還係啲條路行，看面色當重要哦。當然咪要記嘅，愛老大家強下來學習，係講你自家嘟嘟出社會，也係你自家本身就唔會看面色。你就得講，我好像不會看臉色，愛動槍唔會看面色，愛動槍唔會看面色。係會看面色，還係唔會看面色嘅人呢？其實啊，愛曉得看面色，對自家會較有加分啲嘅啦。但是呢，唔會看面色咪冇相干，唔過唔好讓別人會吃到很生氣，這才是最重要的哦。生氣嘅客家話用白講呢，就係發氣，發氣。哇，講到呀發氣，大家還係少一些的發生咁樣嘅事情咯。唔過係講有啲人可能記住發生嘅當多事情，直到當天，你愛來安慰佢，愛用白講呢，你就得講呀句話，不要再生氣了。莫個發現咧，莫個發現咧。希望大家做得用啱用嘅話語來安慰佢，唔好個發現了。但是有啲人啊，可能唔但請發現聽聽，佢呀還會鬧脾氣，鬧脾氣嘅客家話用白講就係鬧脾氣。
脾气。迄当位闹脾气嘅人无啊，系啊，小时嘅闹脾气，古时候呢，有阵时呢，你可能发生同多事情，就会反想讲，唉，我不该闹脾气，我不该闹脾气。客家话怎么说呢？我无应该闹脾气，我无应该闹脾气。迄度位闹脾气嘅人无啊？哎呀，闹脾气严家发现一条事情，大家还是小一些较好哦。毋过讲到严家过后，应用办落去相处，其实是一门动态嘅学问。马上先主动讲，歹势啦，迄个做唔错事情啦。其实也是爱动勇敢企出来去讲嘅事情哦。但是呢，迄讲经典唔讲嘅话，咪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双方嘅感觉，两啥相处嘅感觉。家下看到啊，也怡婷老雅琪嘅冲突，会本人知道有些紧张嘅，唔知佢哋接下来会发生哪条嘅事情呢？为了对方好好讲歹势无啊，也下因就强下来看咯。